呢度係西環一間售賣新鮮出爐嘅麵包茶餐廳，每日朝頭早都有新鮮熱辣嘅麵包，源源不絕咁。佢麵包係可以嘅，不過其實麵包好難都整得唔好食嘅。麵包發酵嗰個時間掌握得好，間都係差唔多啊。但係美心同埋呢個東海堂嗰啲西餅蛋糕，我試過食到鞋口喎。佢煮嘅火腿意粉係似火腿同意粉嘅。三文治烘底咬落去係有烘個底，而佢嘅冰凍好合克，係夠冰凍，所以佢嘅食物係合格嘅，同澳牛牛得快差唔多。跟住落嚟睇下佢嘅菜單有咩？佢嘅菜單好多款式，前係39、49、65、65、65、68、59、66、54啊。最後嘅下午茶嘅係28、32、57、39、45、42、44、48、48、38，記住嚟幫襯啊！